今仔日你的主啊，愿你来，愿建成教会所有咱的姊妹，天比求靠主你来。天父，阮的上帝，愿你的话语，请做阮每一个咱的姊妹生命理念，愿因光拢归乎你，当心祈祷，靠主耶稣的性命来求。阿门。这个会分是每一间教会，也是咱每一个基督徒从期待的日子，因为咱所仰望的救主耶稣基督要来降临。咱看顶礼拜讲完了后，咱下晡咱的中午晡的同工就走去，咱社青、咱青少节开始来播大大来布置，大家无闲啊，来搬水来搬，咱大家早起来做礼拜。应该有感受圣诞的气氛，有哈无？有。那你再说一声。哦，感谢。到未来，嘛有圣诞节的活动，咱有真侪节目咱有儿童主日学，咱有青少系，咱有妇女团系，还有咱的少年团系，咱拢去加班练习，咱拢真期待。特别咱看到咱的圣歌队。每一礼拜啊，更需要为了圣诞节，搁加班练习，拢是希望将上好的献互咱的主。咱大家拢真正是辛苦。咱来看咱社会为了圣诞节的节日，嘛有真多的活动。无管是店面的布置、百货公司，嘛是对起来日开始，有办理多的促销的活动。餐厅拢会推出什么圣诞超值大餐，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人，无管你是毋是基督徒，拢是希望伫这节日的时阵，生意人顺便要赚一寡钱。但是有真侪人是真正希望透过这个节日带来平安甲喜乐。因为咱台湾目前拄着咱的内部、甲外部有真多的挑战。就讲咱台湾咱的船、咱的金、咱的善良，这部分咱已经试到遮久啊。咱台湾真正需要，真正就是平安、无交叉、公平、公义、有听毋忘的社会。今仔日是大港节第一主日，顶礼拜牧师有讲，大港节是咱教会所有的节期的开始。这是我们教会节期年历的开始。过去已经过去啊，咱就做伙期待新的日子，这是有新有毋忘的日。大港的意思，我们就是讲来啊，较简单白话是来啊，就是咱随时等候耶稣基督过来，伫这等候的过程中间，咱有两个心情。一方面纪念伊伫2000多年前捌降临由咱受定伫世界顶；另外一方面，咱期待伊第二遍会过来，带来审判、甲全新的荣耀的日子。咱对这礼拜开始，要用谨慎的心来等待基督过来。咱来常常反省，咱该是会所做，还是咱的言行、咱讲的话。敢有合上帝的心意？咱毋通搁学讲话，咱敢有像起初认捌上帝时，咱对这信仰有信心？咱是这4个主日点4个垃圾，这4个垃圾拢有代表的意义。今仔日咱有看到双联团契会长咱保佑者，咱双联团契是咱教会真正的宝贝。咱双联团契举手好，大家看一下。哇，遮多吼！咱来拍鼓仔者来啊！咱这可爱中国吼，这垃圾第一个垃圾象征的意义就是期待甲希望。家有一宝，有没有？一宝。哦。这礼拜这站准备这个讲道片，真正非常无容易因为厝里拄好一寡代志讲道片准备写停一早起嘛足早来底啦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今天有这感觉。古有先知以赛亚预言讲，因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王。先知以赛亚看见了死经拯救的以马内利，要降生伫咱的世间，以上帝官兵来治理全地。这个预言，这个有文，真侪当时可能中一世人的盼望，除非先知所有言的代志，拢一个一个来应验啊。这个应验，互咱现代的教会有真大的盼望甲确信。咱盼望上帝透过咱教会这信仰的团队，都发出那宝照的光，会使成做咱台湾百姓的盼望。希望咱台湾有一天会亲像启示录的记载，因为采去因目睭拢做的目屎，无阁有死实，嘛无阁有哀伤哀求，疼痛，因为前的代志已经过去了。这敢毋是大家盼望？先讲读经的进度已经离开旧约尼西米，尼西米将上帝呼召，等到亚撒勒重建城墙，卡到一切百姓上帝的律法。咱今日来到咱先讲进度这礼拜开始来到提多书。保罗所写的提多书，这个方面是有相关联的。外面看的这个圣殿起造，不是这么困难，但是咱人信的圣殿要起造，是对古早甲现今，拢是上大的挑战。有人将提摩太前后书甲提多书当作是教牧书信，就是帮助如何伫咧起造教会的使用手册。SOP， 但是有人无共款的看法，意见无共款袂要紧，但是有共款的用意，或是互咱看法，当教会建立了后，挑战才是刚开始。教会起造起来，问题才是开始。尼西米的时代是安尼，保罗嘛是共款拄着，教会内所发生的问题。当然，甲教会外是有相关联的，因为教会内甲教会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若是教会内无接受真理的教导，就真容易受教会外价值观的影响来沉沦落去。当保罗将教会建立了，继续往一个另外一个所在来宣讲主的福音，来建立教会的时阵。原来教会就受一寡人教导无正确的道理，不但无正确的教导，而行为引领嘛无好的模范，互教会的人来追求。就是这下面，教会就会愈来愈偏离完心保罗所传真正道理。保罗知影这消息了后，伊就找拜宣教书。到这个教会来教导因知影，什么才是真正的道理。面对一寡信徒，亲像英文共款，目遮咧看过，哭诉。这就是差不多就是提多书的背景。伫提多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有讲到，教会内的老大人、年长的妇人人、少年的妇人人。还佫少年人，还佫最后有做奴仆的，每一个该名的人会欠扁甲教导，保罗一个一个来点名，代表迄当时的教会真兴旺，就好亲像咱建成教会共款。咱每一个年纪的人，咱大部分拢有，咱毋是想为教会然后年长的，啊为教会然后有青年人。咱这是真正真好的现象，咱感谢主。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保罗点名，
代表教会每一个年纪的人对保罗所传真正的道理，拢是无真正了解，是无了解，还是无照去做，我也毋知。但是这发生是真大的问题，因为教会对老的到少年的拢无安尼去做，代表教会完全沉沦落去。我想保罗看到所建立的教会已经变款，四分五裂，伊的心情已经非常的艰苦。第一礼拜是感恩节，第个礼拜。咱建成第一遍用安尼方式，拄则魏长老来讲，真正是足感动的。咱一个一个安尼行起来，说过程的中间，咱是咧孝顺。主这年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是超有稳定的体。可能你这年的中间，可能你无法度去坐伊遮，因为发生做侪代志。无错啊，特别是奉献甲菩萨部分有来教导。我知影有真侪人的心内得到真大的鼓励，愿意照主的旨意，未来头前的路安尼来行。有一款一部分人第一遍听到安尼的教导，你来不及反应，听都有煞煞。而这过去的中间，当咱信效咱过去主的恩典的时阵。咱若想看觅，在咱的病痛、艰苦，咱人生行袂落去的时，而咱每一天咱出去日去上班上课，还是咱每一天出去病院，就欢喜出来，还是伫咱每一暗安心倒咧困，这一切咱难道拢是白白得来的吗？啊，毋是咱的主时常去看顾咱。一路引传甲保守，咱是无法度坐伊遮来敬拜保罗伊。当咱了解即款了后，咱的回应就是惊仔提出咱的1/3对上帝感恩甲奉献。咱的愿意求主，互咱有机会，咱是爱求哦，毋是只有你机会哦。咱爱求主，互咱有机会将咱全部的财情来献互伊来使用。互咱来经历上帝甲上帝同在，来满满恩典甲永生的愿望。上帝永远是认领咱的主，疼爱咱的主，伊是咱的软正。伊对伊所拣选的囝儿有真大的计划。伫今仔日的经文11节到13节安尼讲，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训练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过克己、正直、敬虔的生活。13节，等候福乐的盼望，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无论咱面对如何的问题，上帝拯救世界咱的心理早无关系。这恩典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受定十字架顶的救赎。经文14节说的讲，他为我们的缘故舍己，为了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做他的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啊，要明白主以前，咱每一个人拢陷落去罪恶的中间。如今这恩典已经白白给咱，是上帝用伊家己的囝耶稣来替代咱，是用上帝的义承担我们的不义，是用上帝的光来代替我们的黑暗。这段真清楚地讲，当上帝救赎一份属于伊家己子民伊的囝儿的时阵，伊修心的标准就是清洁因的心。上帝要清洁我们的心，因为上帝性格，所以伊的囝儿嘛是爱性格，这是上帝甲伊的应许。所以当伊的囝儿领受这个恩典了后，而伊信心的引传的下面，爱做出改变，甲选择，咱来放下
咱旧的性命，咱来过新的生活。咱来离开无敬虔，源头来敬虔。咱来放弃以自我最中心，该过着自我约束的生活。咱袂来想要生气就生气。你厝的共款，你教会嘛是共款。你写看话，刚刚你讲话安尼，拢气不顺。但是我们要懂得约束我们自己，我们不能以自我为中心啊。咱要完完全全拄起世界偶像甲目光，拄起。较白话来讲就是除去，白话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跟他有任何的往来，我不要跟这个世俗的偶像欲望当朋友。因为无敬虔，甲属世界欲望的心会阻挡上帝对咱的计划。上帝等于爱咱属伊的囝儿，世间叫做公义、敬虔，立心做好代志，荣耀伊性命的生命。所以保罗吩咐提督，伫教会内对教会内的老人、老的福音人、少年的福音人、少年的查甫人，甲做奴仆的，拢要完全受调整，甲教导。透过教会所有的人，伫凡事的里面有好的行为，透过这好的行为，将耶稣救赎的福音来显现出来，把福音变得阳光。因为福音如同一个珠宝，现在有人介意珠宝？福音如同一个珠宝，一个表里一致的基督徒的生命。就像一个展露福音珠宝的场景，珠宝在这边，基督徒的生命上，可以使这个场景增添光芒。各位兄弟姊妹，雅各书第2章第17节安尼讲，所以只有信心无行为是死的。这样子，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咱基督徒的生命上有2种典型的方式。第一，就是伊的心情无有任何耶稣得救的证据，伊互人看袂出来伊有性命的改变。若是安尼，迄个福音的宝足就会失去伊原来的实质。第二种，若是有咱换出耶稣得救美好的证据，换出一个顶头生，受得救新的生命的款式。若是安尼，这个福音的宝足会因为咱的所做，变成好亲像天顶的星共款。这光光影影福音的宝足，会成做黑暗中的人，照出一条光明的道路。教会长职即站为中纪会进行，拢会先读这本册。基督徒一定爱上的12项的基要真理这本册。这个咧，咱读的尽都是改革中礼拜的特色。内面有一段话是安尼讲，我用华语慢慢来看。今天如果非基督徒，我们今天有很多非基督徒啊，我们篮球队啊，有一些慕道友啊，这里那里怎么今天如果有非基督徒或慕道友突然参加教会礼拜，看到基督徒迟到早退，唱诗歌意兴阑珊，祷告没有感动，讲到与生命没有关联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心中纳闷，这群人到底在信什么？因为他们并没有看重这位上帝。因为因无看重这位上帝。拜一到拜五上课时间，我拢会陪我的小女儿子爱到六星国小上课。这中间是非常快乐的一项代志。阮会对图书馆一面对阮的两个人
我哋手牵手，啊，无小心搁会零零切，伊住伫阮对面对3楼，给咱偷看到，阮手牵手，手牵手阮一路有讲有笑，是真美好的，下一段时间。从咱离到学校，我月头要转来图书馆，经过南京西路承德路口，有一间24小时的花店，大家知唔知？花店，花店。花店的边2、3间有一间宫还是庙，我唔知。我离开看，香火不时啊都袂歹哦，然后有看足侪人就行过去，落安尼，行过去就拜拜，拜有保庇。等我心这关是后有一个人，伊也离较徛较久，拜较久的时阵，比如挑个2分钟的时阵，就见足侪人向伊走来，吸引力哦，大家愈拜愈虔诚。迄是我的心内，因我15年前，我嘛是共阮先拜拜。我知影因拜拜的心内，因的心内真正是真高大。因咧敲找因生命的意义，因虽然唔知影伊就去拜神，大部分人拢唔知影，除非行入去看，这个什么神？伊拢唔知拜什么，或者有经过就拜，经过就拜。我现在嘛咧想，即款虔诚的人，来教训者偌好。伊去拜时阵，已经足专心的，伊袂看手机，伊袂打瞌睡，拜拜哪能打瞌睡？无啦。反正咱百姓看咱每一个礼拜，我唔知你看第几月，咱是用什么心态来到礼拜日。咱对9点半开始到11点半，11点结束。这点半钟，咱敢有比万心更互上帝敬入咱的心，还是咱的进行我跟花舞连迄段话共款？咱人来到礼拜，就是来交差了事。咱人来，心敢有大？咱有真正像这点半这个时间献给上帝无？听我讲，还给上帝。咱的时间是属上帝的哦，时间不是我们的哦。这阵牧师讲的身体发现有不好的物件，我们慢慢意识到，其实我们人的生命，我们的时间，都是属于上帝的。咱常常听到一个人号称你刚才突然间一个生病，然后就离开了，咱就惊呀，不是老大人哦，少年人也是同款哦。咱的时间是属上帝的，咱有在这点半这个时间，互上帝啊无？互上帝带领咱真正的礼拜中经历伊的安详。以赛亚书30章15节这么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然不肯。咱敢有真正把握每一遍礼拜较数3度的机会？是啊，咱怀疑，咱有的信仰就甲耶稣基督同款，对伫世界顶来死。然后咱嘛要经历耶稣同款。我新的生命伫咱的心上，咱会来夸口，咱会使用咱的厝边，咱会来跟较早咱的朋友来夸口。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旧的已经死啊！即摆活伫我的身躯是基督活伫我的身躯，阿门。还是咱有完选择，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诚侪个借一个足够听道理经的信徒，做礼拜的信徒。咱经过侪年教会的生活，咱的心上
既然无任何稳定的得救的证据，甲寄托伫咱的身躯，我唔知影你有信主几十年，你会厝边你的头尾，你会厝边你的你的朋友，你的同事，我拢知你是基督徒。你礼拜了后，赶快用原来的性命，你的想法模式，继续去面对平常的生活，继续面对日常的一切的人事物。你虽然感觉参与教会团体的好势，而是你是教会的长者，你感觉是日常的时阵工作，你生活，你的脾气共款，你感觉有信的。基督新创造新的衫裤，完全无像咱的身上。无人认出咱是基督徒，这就是为什么福音台湾几百年来，基督徒的人数未超过5%。因为福音，上帝的好消息，上帝的平安，这个福音，连教会的大门都跨不出去。这是非常的可惜。今日是大港节第1主日，咱双联团契，就是咱教会可爱长辈，已经点上第一支紫色的蜡烛，是期待，是希望，因为主耶稣以2000年降临的牺牲，如今咱期待荣耀的主耶稣第2遍的过来，这款的等候。是咱基督徒上大的愿望甲福气。感谢主，上帝所拣选的，伊断断的气煞。既然伊已经将咱分别出来，成为贵重的器皿，伊就袂做其他的用途。因为真有正人的恩典会透过咱来显现出来。当咱听候主耶稣因我的愿望。会请做咱现在悔改调整的力量，咱来信心的带领下面，勇敢来回应主的恩典甲行。当咱每一摆想起咱过去是如何受主的救赎，脱离罪恶的捆绑，咱今日得志，你自由，咱就会活出基督温柔清芳的美。以耶稣基督的心做心，吸引人。来到咱主的面前，困扰咱久久的礼拜堂漏水的问题，咱已经甲厂商签约，咱伫12月5号，咱伫5月时阵就开始要来动工。感谢兄弟姊妹的关心甲奉献，咱期待差不多伫农历过年前会使来完成。咱要伫这项工程。继续来经历主对咱金钱的供应。我参无书，阮对较早阮就相信，而且主要啥呢？伊家己供应。咱唔通做迄种的包罗买哦，顶礼拜上无书有咧讲哦，你毋知要看吼，即马50万吼，真正教会无够时，我来包买。咱唔通包买，咱是即个修缮，我会想这代志，咱会经历上帝对咱的恩典，较听咱中间的显现。教会换年事工研讨会已经顺利来完成，多谢奖金，番茄会长辛苦。上帝让咱未来3年的意向，我们要成全众圣徒。万民皆祭司。咱要伫读经，咱要伫祈祷，咱要伫肢体关怀的内面，咱互相来祈祷，咱互咱继承教会，成做上帝教会。感谢主伫过去的时间，带咱继承教会对咱社会的付出。但是带领咱继承教会，咱透过篮球队，咱慢慢引传一群爱拍球的少年人。有机会接触到咱教会，即个咱篮球队参加北中教会篮球比赛，咱得到亚军。
这过程中间，无管是会内还是会外，咱大家拢足投入、足拍拼。你每一遍的时间，咱投入来见证上帝对咱的疼。第二就是引化出好处边，因为咱的努力已经真做，咱教会，咱大家教会教会合适的对象，每一礼拜有将近有80位，有100多个人次，拜喜拜五，欢迎咱教会下汉的姊妹会再来看卖。话是真正少数的。我感觉咱在做事工的时阵，咱教会人拢无参与，都唔知影，拢固定是伫迄几个中职才知影。咱来看115，咱来看好处边迄姐妹，因会欢喜。因咧分享的时阵，拢伫厝诶，因伫咧遮的时阵，伊遐食饭一边食饭一边流眼屎。甲伊一人食的物件拢足歹食。虽然在家里是山珍海味，咱公寓的餐点嘛，用老切炒，不因为家里时阵就是欢喜的。因咱彼此互相之间来开讲，来分享，上帝听落里遐来显现。各位家姐，咱今年过一个无同款的圣诞节，咱毋是今仔要像世界同款，安尼欢喜过去都无去啊。圣诞过去，过年前拢啊跳跳咧，节目表了，食饭食了，安尼咱就过去了。当咱重新起做上帝的外墙的时阵，当咱要重新起做咱属灵的圣殿，当咱的性命受起做，当咱的身躯展现出基督轻慢的气味的时，咱活出基督牺牲的痛。迄时，咱就会真正经历。咱主的教是咱的主导文所讲的，主你的旨意伫地里，亲像伫天里。咱要伫地里的时阵，咱要先经历甲主同在满足较平安。迄种的满足较平安，毋是世间的金钱、地位，还是大厝，任何物件通取代的。迄种是对天顶来的满足甲平安，这个是咱基督徒一世人上大的福乐的盼望。这就是咱时时刻刻咱仰望伫咱天顶的祖家，甲咱的主欢喜来见面。这就是到袂算到要唱的歌。我知影，我等咱唱回应诗的时阵，咱迄条歌做特别的。咱基督徒。咱咧期待啊，咱咧带上咱咧期待主的来。当咱期待主的来，咱即摆以世间的地位，你的经济就上拢无去咯。咱去天顶的，你有愿意无？所以咱基督徒是咧仰望咱天顶的祖家。当咱用安尼的信心仰望伫世间的生活的时阵，咱就会用无共款的眼光来看咱。正常的手术互咱的时阵，咱用感恩的心来领受，来奉献出。当咱用安尼的心仰望咱天顶祖家的心的时阵，咱有经过真侪艰难的时阵，咱知影，我们现在仍然站立，因为上帝甲咱相隔伫咧，敢毋是安尼？希望大家应该在这时的时阵，咱用安尼仰望来期待主耶稣的回来。咱当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听，一过年就1年来，伫阮的亲像，阮算袂了。求你帮助阮，伫新的一年的来，阮以基督耶稣的死，基督耶稣的心做诗。来抛照阮头前的路程，阮当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